到转到安尼出面台会界讨论现场，安尼基本是当讲内度咧，了解新竹关系前强下来讨论，了解日让界关系外款头多带开下去，对安尼关系带来系发展还系破坏，两样屁股老事件开放本向前，还有动作嘅意见有表态。来，抢卡手，了解先生你好。这个外环道很爱关系，关系所有3万多人的一个期望啦，我会希望呢，领导啊，我会很期望我们的学者、作家，希望你们协助我们把那一条路做起来。做什么？就刚才范处长讲的，人文生态做起来，您插石头该铲，按多关系的，他想来到关系，想爱的去板条去马改，他自然会进来。那都塞在那路口，正义路。人家都没有机会了。这次呢，我希望这些学者、作家，来协助我们，莫去再去到处去投诉，要合作。这也是我们关系人的幸福，也是关系人的期待。坦白啊，我係want做好嘅事情啦，無想留關係嘅人啊，佢才改變出走踢。空氣啊，壞嘅空氣也唔好留到關係，也唔好讓關係喺路上壞嘅。還有啊，你太拖拉股啊，睇真你陳少志講啊，咁啊太拖拉股唔會落關係啊，唔係錯。線路做好嘅時節啦，佢要線路好走，線路嘅位置那個就唔好落到關係，對關係嘅路啊就唔好咁。你到了解差操做啲分流啦，係冇呢種，所以希望安樣做。做咗分流。非常感謝賴先生，安樣你安樣啦，一天大家做了贊成了之後，我係want。原來的118的規劃從這個我們上面的這個仙草工廠，一直到這個16張這個東光國小旁邊這邊出來，整個經過六個紅綠燈，然後會經過幾個道路，這個然後前後2個 T 字路口，這整個都是一個，就算你做好了，還是一樣會塞車。那關西為什麼會塞車？因為從北往南的那個車流跟南往北的車流一直匯聚在這個明德路要上這個關西交流道。如果說在這個台三線是原來關西就有的外環道，可是一直沒有發展。如果說這裡在這個國道3號跟台三線的這個地方做一個交流道的話，可以疏解整個北往南、南往北的這個車流，全部從這邊上那個交流道。那對於整個東區的這個發展，或這個東邊九里的發展，都會造成非常好的影響。但是你把這條這個舊的，剛剛鎮長跟這個范處長也都說了。這條是20多年前的規劃，那這是不是已經合時宜？我覺得已經有待商榷，有待討論。那新的一個，如果在這裡做一個交流道的話，是完全可以解決這所有的問題。講緊長門，你偏已經有一個關係交流頭咧，你安全，你交通鋪街偏就可能會通知咗。這個我有去查，我有去查過在林口交流道相距300公尺，竹南交流道，竹南有3個交流道，相距2公里跟3公里。所以你知道，你係有可能是正是因為你係好嘅方案，係咪？錯。你來看一下幾個比較，請問一下從跳下前總要講到。多麼簡單，但正是到按到嘅經費，你下呢條所提出嚟嘅新中風路嘅交流圖，你按上嘅係4.5到5億元之間，從你經費你也知道，專款專用補助係冇強人相通。警總跳下提出來的提醒，你們也聽到了嗎？聽到。我覺得這個是要靠大家去爭取、去努力的。我們不是要反對關西的建設，而是說如何把關西建設一個更好。如果說你一個經費下來了。我們在這個企業裡面，我們在講零基預算，而不是說我今天下來了，我這個錢，這個案子是不對的，我硬要把這個錢把它劃掉，這是不對的。你話118外環道我經過外木下面前，外木下咧1/3會被拆起，我呢好大，啱啱種菜嘅2片那個田也被拆嘅部分，整數，我嘅禾塘面前有條細路這個。面前出愛田，跟樹頭我面前破過，我雙200個說明費由政府來判咯，
如果讲对我嘅影響狀態，阿媽82歲，阿爸去年過身了。嘅按差到我講，我現在帶儂，我一天我有做未去，我前面那天有五兄弟，我說我爸五兄弟聯名，我有做唔得去，跟我用個山呢，最後對我衝擊是非常大啊，吼，所以我係唔贊成快啲路，我當然有其他的觀點啦，吼。嘅我兩擺嘅關係證明嘅開會，我都有講，陳海富。我向我要求過嘅，我微調下，往外面繞一點，莫讓我拆台，我阿媽做帶。兩擺哦，人府都讓我多關樣文章，唔往我正面的回復。我有打電話俾范處長啊，然後佢親自哦，我罵佢哦，我講，人府讓我對小市民嘅抱怨嗰種陳情書，我下陳情書哦，本交通部、新聞縣政府、交通部、監察院、行政啊都留下去哦，我你們冇辦法咧，啊用體制內，新聞政府嘅人講冇用下好嘛，講好啊用下，結果還係冇辦法回答喎，差唔多2張嘢佢都冇回答，我第一本范處長，幾張差唔多是1月前，會同嘅人營業還有劉副主任都係冇下來，親自來看，到底安樣辦解決係冇下問題，結果呢，佢又講，安尼話我拆1/3，根本大家帶唔得啦。聽下你向前有很詳細嘅講到，佢哋所除了個提退路線方案，無論到經濟效應成本上來講，看到佢哋所規劃嘅，財政政府有看過呢個案了麼？你調個看法是一個做為乜嘅？可能吼，我留大家做一說明啦吼。因為具體嘅方案係屬於國道啊吼，國道嘅增設交流道，佢國道高速公路工程局叫做增設改善交流道的一個審議委員會哈。不管全台灣省內，不管是中山高也好，或是國道5號也好，也應講嘅國道3號來講，呢個改善呢個增加咗交流道先送而家大概審批啦基本上而家最簡單係只規定就交流道到交流道東岸嘅距離總得大於3公里啦從呢新竹縣政府按上都計逐動計二涌交流道，上係增加咗二涌交流道，嘅高速公路應該強調講，你竹林交流道到二涌交流道，起碼要超過3公里，多超過3公里，所以二涌交流道當然可能會失衡啊，係冇辦法就條件嘅規定來講是不大可能。不過最重要我要講一點說明嘅因根本關係外環道係地方性嘅係市區道路係繞街國道完全佢係區域性嘅網路，基本上。唔了中央嘅主辦單位冇共同之外，就對嗰種整體嘅交通規劃來講，也完全冇共同。市區道路因為做到國道濫強我想提出交通部基礎為存疑因為呢解決地方嘅事情係冇必要繞國道來嗰種嚴強一提出點，第二點來講，經費係當然冇共同睇先要就先生講，嗰公司係臨時預算嘅制度，基本上。公務預算也是臨時預算的制度，你要按你冇辦法執行嘅法，派些錢冇辦法指導嗰種去整晒隻交通，基本上兩隻案呢係兩回事啦。簡單講，就兩回事。就拜託係講要地方人士建議講增加呢中豐路嘅第3隻交流道嘅法，做得人來來申請不過關係交流道既然已經變政府嘅制定政策嘅法，肯定要做。新竹縣議會通過嘅預算來執行針對了白嘅土地徵收，因為了下嘅法規而全部重演所以佢哋採用市價徵收方面為照那個行政院所公布經驗處以實施所該那種市價來徵收嘅土地。你先來談下那個ful然中，針對了方面預算方面個為追加了部分，你先來談一下佢係用辦講9月1號以後呢，這個就完全就要用市地來徵收就市價來徵收，所以事實上呢，對縣府呢也造成了很多的一個財政上面的一個支出但是呢，因為證明認為這個是他們10幾年來爭取的，希望一定呢能夠完成，所以即使在縣府的財政這麼樣的困窘之下，為了要完成這樣的一個這個外環道路的一個這個建設呢，我們在這個部分呢，我們在縣府的部分呢也會編列這方面的一個預算。
好，唐都安用个讲法，问题眼票咧强到安个初中安尼也对哦。但政府咧下连啥亏咧洗白个那个架构说明会，蔡贤总某嘛个提出咧签了通知书哦，最高个2片又万公元，他个最大又2片4千人元啦吼，所以台铁下都很5千到6千，了了一般对市价行情的评估查估，系手涨太慢的，咧部分做啲水面一下么？新闻那个马英九总统啊，佢都今年9年呀就公布咗新嘅法规啦，就全国嘅公共建设要用市价征收。目前按新中产政府咧盘嚟講，你可能提咗權，所以大家也唔知。好，睇陣長也要講，啊，因為佢提咗廠會係愛主持嘅哈，佢市價是這個將來架構的說明會，啊，我哋也要探到大家嘅線上。其實因為目前嚟講，市價咧兩隻日時嚟定義呢，冇一隻標準啊。你講一片3000，你講一片5000，你講一片12000，因為日旺呢，因為打水嘅關係啊，大家對講實際的個土地嘅買賣價格呢，絕對唔會撈披薩講啦，也唔會撈嗰種係政府單位講，也肯定唔會撈水建單位講啦。所以講市價呢兩隻時嘅定義樣嘅，大家唔知。所以講目前我都提出會就講先用。有些是1.4倍，有些是1.6倍，按意算啦，哈。市民30日前，你土地也冇辦法取得，工廠冇辦法發包，派水、配照燃食等等相同生活圈呢，佢可能佢會考慮，很美為調整。所以我都一趟單位，韓國關係總務所非常嘅檢狀出來，包括按新竹人議會非常嘅檢狀喺度呢，哈。提方面，當到兩會建議講有其他替代性的方案，做得同時的盛強，人種也絕對會尊重提方面嘅意見。個天因為了挑簽降爬球，冇辦法咧即行發包，他就向前偏就有意見為反映嚟麼？各個先生要加少夾擺咧。而下丫頭路嘅計劃嚟講，讓向係最厲害嘅，你每測到係兩個阿哥嘅屋，啊嗌嘅冇測到唔會查，啊但是而下嘅計劃嘅規劃，嗌喺北山。佢哋頭前包啊樽，我360度嚟講，我床冇100度好看，啊變井底之蛙，看天看太陽看月亮，啊所以講讓向係非常安泰，所以我當然我都唔會贊成講也條路，如果有別的替代方案，我會贊成，我不是反對說開外環道。好，加點。先請問安尼進總要跳下堂度，其實有部分個出面因為快了條路，佢都個憲法會有受到動態影響，對了部分安尼有嘛個什麼以地換地咯，或者是有其他配套措施，做得來滿足他們這一塊的需求嗎？我家下講啊，難免會破壞，但係呢，像我以前跟政府係規劃啊啲，我鋪到千多人嚟住嘅祖廟啊，鋪到千多人嚟喎，包括鋪到嘅自來水廠，我全部會鋪到。但係呢，當然大家建議以後是減少，但係呢，對小部分呢難免會鋪到兩個是冇辦法。但係呢，我們希望讓政府有關單位對啲疏開下審查，你徵收的價格稍微穩定下高的，只能這樣。一天我多少，一天我破壞到1、3、2、3啲。但係盡量係咪要求佢冇拆到人嚟屋為主要嘛？冇拆到人嚟。不過你下路線確定嘅啊，有可能會挑戰嗎？所以冇可能嘅，現在因為你一條路線一改變啊，你環評你就要改，一改就要半年1年。所以我認為是還冇可能。還有鄉親朋友，當時開高速公路，全都人反對，幹嘛呢？高速公路冇好，要車應該係肯定，你全部人做生意唔是肯多。係咩咧？高速公路開落去啊！你交通價格好呢？你一隻方案，那交通高速公路方案完全係空檔。所以我就講哦，我哋要多少受到受害的住戶啊，拜託要稍微體諒一下。關西會塞車，很多原因，像關西這個停車場，都是這邊隔壁鄰居都塞滿了，我帶着客人來沒辦法停車。那關西的鄰近新埔龍潭都可以收路邊停車，可以收費改善交通，但是關西一直不做，所以關西都被當地人的佔滿了，沒辦法改善這個交通，這因素很多。但是我站在文化工作者的立場上，我不希望開那條路來影響在地的文化跟歷史。謝謝。關西等了2、30年，
终于有这么一大笔的经费来开辟我们的外环道。那外环道开辟这个经费呢是专款专用了，你不能说的这个经费拿来去看另外一条路，这个讲不通的。那么经费来之不易，而且期限非常逼近了哈。存到2年也听听，要结天的关系，很一摆的前途。伊个地方的发展冇交通方便啊，是唔会发展。关系开创北港进来哦，点么讲，琴日个开创北港，基本高速公路我个交流站每日以来视野当时可以到，关系全拢看到就开创北港，进入几多沙地嘅开创北港，每日咧没落啦，保留文化财产，你俩签某种的打仗，没落破坏，古迹破坏，起回来政府啦，我意见是简单。该个政治到来，该替代阿路，如果做这政治了，国道那嘛个省道嘛县道，莫讲那是另外一回事。爱做唔做天天啦。冇错，共产界事件有压力，已经多年代之前也系讲冇完成土地建设就会冇两笔钱。不过谈到紧，你下现场采动体嘅民众意见还系相似，还系存在众多嘅问题。对下警方嘅敲门，向清楚又讲到，其实查查那个根源问题，我们不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吗？我们好来抽丝剥茧。听查嘅问题，係咪做得推個管理咧處理？香港鄉親也講到，要按到嘅正規嘅某樣係生態也好、文化也好嘅資源，敢講真嘅為輔導咧共產嘅事件，就全部都唔顧咧嗎？警長強硬咧做回應。當然外環道開好之後，你冇嚟關係人員同佢走嘛。但係呢，你要去網上，你撇隻地方來啊，係唔係要經過關係？你基本上嗰啲你掉唔起來，你是讓我踩車踩去呀？假如有這個外環道係咪嗰啲外來沙溜下來，外走沙走嘛，溜下來是不是有更多的停車位可以提供不了的人士車？這個都可以的，你要做的。但係很多規劃呀，重要。當然啊，我在任這個期間，我一天我付出很多的心血，包括停車場的問題啊，包括很多建設的問題。假如真正我相信有4嘅話，我一定倡議的機制，這個是我一個觀念。130地不係有73人嘅機制，我就是要顧及多數人的利益，係嗎？啊，但是我也希望少數人服從多數人。好，但是我们多数人要尊重少数人。好，处长，工程显然要开工在即，不过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地主，实际上他们居住权益受到影响。这个设计路线，你刚刚说有一些局部的问题是可以在那边澄清说明的吗？非常深刻咯，根本談到非常直接嘅嗰種意見咯。比如講從工廠設計方面呢，嚇，我睇見嘅王先生講嘅市價證書等等嘅問題呢，嚇，其實。呢一處喺度歷史嘅交通必備，不管王先生也好，也採購嘅嗰種業主也好，全部要反映啦。所以當時一開始外環道要部分係用高架路嚟設計，高架，嗰對地方嘅影響很大，所以喺度改進用平面道路。喺個最早嘅路線會經過嘅老屋嘅祠堂頭線，喺個海南片嘅太平山嗰啲啊，嗰規則會鋪嘅，呢就係經過8到9次嘅落地方交通對協調嘅結果，所以喺度落路線日到鳳山係面向下游右岸，可能睇見嘅先生佢非常深刻嘅，從佢睇土灘內關係群嘅比方講按關係巴展來講，其實呢路線喺度已經避開對環境影響最敏感的一個地區啦，所以貴條路線來講，就目前來講路線調整也對地方排200嘅種係選民費、公帑費啊。路線調整過之後，對關係嘅地方、對關係的巴展來講，絕對要正面的一個回應啦。教授，你唐太進公所也唐太的新主任公務處按樣嘅講法，對了解民俗啦發展也好，觀光發展也好，都係要向前講到。你財地嘅資源按部規按進行。前景兩條路開下去，何處發出水尾，你強意來做回應。你阿愛談到個錢啊，到你個政治20年個使當打賞啦，政治20年政都按多錢，我咪想打賞，
还有讲哦，无碍事，唔问伊咧吼，解决伊个真实的问题啦。该记得讲，通帮了解啊，两个案件啊。既然客观的讲，有好的方法，哦，你钱咁冇上用到打上当到社会内解决冇错，该通短期的考虑啦。长期国家的考虑，用逻辑的考虑，既然有好的替代方案，该是国家整台湾社会所啊。你哋讲嘅干了係咪啊？干了講係咪啊？我唔講解到，你講了解，你就談來看馬英九中央政府啊，有沒有好嘅東西就提出來啊？談一上千啊，跟隻總家長嘅看法來講不一樣啊，你係考量啦，咁冇關係。好了，感謝教授，聽教授講到哈。虽然讲为大中签，不过还系不可以相怨。核心的价值还系度改变，度生态的用户界观点来考虑。不过，按几种谈下咧，根本应该讨论动机咧。谈到其实，度讲普门来讲，对了解共产国天性已经经过几多可是做年代之前，就咧完新了解土地建设度，茫年我进行咧冒出去咧做势哦。谈到紧。你下向亲朋友讲开放专门200个机会本大家都讲，谈到基本嘅讨论过后，还有嘛个补充。不过你下开放本哈忙广告为个向亲朋友。先生你好，我跟范教授讲的话是，我是赞成交流道啊，但是外环道了哈，但是我是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一条交流道，那就是说关系，我简单来讲就是说定位呢，啊。要把它定位为观光、郊游、健行的好地方啊。那第二个当然是说外环道优劣点在哪里？第三，我说车流要去疏解的话，也要游客、车况、车流能够进来。那第四呢，人车道关系啊也要能留住，才能消费。第五呢，人车消费后还需要他们想再来，那这关系才会有贡献。所以，我接不礼拜六、礼拜日啦，了解829-4道竹洞，我上个啉阿母菜2片来转嘛，所以16章是7叉，7點鐘就讓轉動還不卡，所以先你要看，像了外環圖你也要開，對了個地方也要發展。对大家所有差人，对地方上大家绝对有好处。感谢你的意见，新闻先生。今日谈下来吼，其实在提凤红、简凡、两凤嘅意見都非常充足。大家还係因為堅持關心了解土地，即個生長嘅家鄉土地，希望要喊卡好嘅發展。面對大家安樣冇強用嘅意見，有拄到安樣共產嘅長期有安排吼，你下像那個初衷還有精忠，針對了基本安樣討論下來，你都有新嘅觀點、新嘅決定做法，像你下做30秒嘅補充到結論。非常新聞哦，透過呢一種係公開嘅嗰種嚟溝通哦，根本新竹縣政府嘅代表本人嚟接談到非常多嘅嗰種新嘅意見哦，不管本關係環保團體提出嚟新中風路嘅嗰種交流圖嘅嗰種構想，喺個最尾嘅線上提出嚟按水木泱泱條道要咱好，條道嘅應該鹹水旺橋條下而嘅新嘅關係嘅任督二脈就講關係嘅跟南北嘅任督二脈係咪在打通？其實呢一路打通之後，就等於愛德為外環道功能就加倍的嗰種展示出嚟啊！所以今日談到非常多嘅意見啊，因為當然新竹縣政府為對嗰年核電嘅計劃必備來尊重來考慮今日亦談到各位寶貴嘅意見來接通一隻關係外環道嘅嗰種工廠案嘅新聞。感謝處長，陳總請回應鄉親朋友嘅期待。我想再次詢問所有在場啊，所有嘅鄉親。今日對咧外環島嘅關心，我一定會全力來配合你中央嘅隻政策，配合縣政府嘅隻決定，我會切實來做好一個交通的一個橋梁。感謝陳總，教授追問哈，意見都好，不過真嘅父母差咧係嗎？先講一句聽我講嘅徵收土地嘅事情啊，市價徵收應該的啦，但這我想唔啦。我就有政治
根本唔能用咯。市价该是我外卖的人来价钱啦，你那是经销被强奸用了，罚起啊！因为你也为了牺牲小我，为了大我，你也突提，你冇外卖啊？外卖是市价，你冇外卖，你要调动，你要拜托你不要抬这个，你的牺牲应该更比市价更高两种了，叫逻辑叫道理啦。感谢教授。其实工厂嘅部分吼，与其加分不如减分，了系教授嘅意见。你也对哦，了下无论系提奉呢，也系中央政府嘅吹募都系当困难的哦。所以其实呢，来到政府嘅预算又系类似你老百姓嘅辛苦钱的，错冇？所以在对了嘅政期经费嘅预算运用，会喊卡。三思再三思，要六思，好好的思考。今日透过安样嘅公民会议进行嘅落实，希望本大家做啲提出某强弱嘅意见，来本安尼公部门嚟做参考。希望其实你系一条当冲为了嘅路哦，路汉当冲。希望大家材料嘅政策共强嘅参与讨论，做啲紧来紧成熟，本汉卡都嘅意见做啲充分融入吼。安尼下个电视嘅全民台府还没持续很多国家议题上挑咧关心安个问题，毋过因为今日时间有限，就今日嘅讨论，你重视，到咱节目结束过后，了解讨论，还系做咧进行，继续咧进行吼，老二都家意见，还系做咧相互交流。今日也非常欢喜来到了片，也谈到乡亲朋友安多家意见。今日也非常感谢大家咧收看咧参加了个节目，感谢3位来宾，感谢各位来宾，感谢大家。